天涯来，天涯去，不管万一啥毒水。还讲出豆蔓延，当然还李文新啊，李萌只会出豆李文新。哎，慢点。大沙了，还讲出豆蔓延。当然是我们的彩丽呀。哦，有跟他讲好了啦，他要吗我抽到的话，他要忘词让我。没有。三姑娘哪呀从啊，心莫开哟，莫从我的心上。闹热大擂台。闹热穷下来。好，今天的 PK 赛天一礼拜了哈，上礼拜已经淘汰一班的哈，下礼拜有没有淘汰一班哈？里面有千苗谷葱哈，千苗谷葱把它当做是永远的最后一次。哎，哎呀，是啦，对啊，什么？哎呀，好，介绍欣赏好嘛，来，嗨，雅加秀欣赏，起这边欣赏，起这边欣赏，罗格里欣赏，下礼拜看哦，阿妹抢一个冠军指导老师，有点评。今天老师休息了啊，在旁边指导我们学员啊。今天主要係慢年而來哈。因为安尼节目讲真呢，愿意出动到高数，包含吴永斌啊，小齐少年，年，还有黄宇娟、Mankill，哈，哇，你看当兵这样的节目出来以后，哇，各自有各自的一片天，哇，还有唱片公司发掘他们，还有去做转型。哦，那亚威呢？没想到在前2年的这样的节目当中，没脱颖而出。哇，没想到也最近出一种他个人算是自己也有创作的一个创作专辑。哦，慢言呢？龙先生帶來愛切架。好嚟，彈緊啦嚇，大家辛苦嘅。總會有唔好嘅消息，總會有一些奇蹟，鏘鏘就一個人過4月後，君が願意。千萬唔好泄露了天機。愛給的是假嘅秘密，反正就要唔會改變，勇敢地面對明天。愛可不愛是假，愛傷心，愛可不愛傷心，愛傷心是假嘅選擇。愛平衡，愛可不愛平衡，愛放下，愛可不愛放下，冇乜嘅事情，對唔對？總會有唔好嘅消息。總會有一些奇蹟，鏘鏘就一個人過4月後，君が願意。千萬唔好泄露了天機。愛給的是假嘅秘密，反正就要唔會改變，勇敢地面對明天。愛可不愛是假，愛傷心，愛可不愛傷心，愛傷心是假嘅選擇。愛平衡，愛可不愛平衡，愛放下，愛可不愛放下，冇乜嘅事情，對唔對？
爱世界，爱好无爱世界，爱伤心，爱好无爱伤心，爱伤心，世界该上在。愛平衡，愛好無愛平衡，愛放下，愛好無愛放下，無百界事情追唔追？哇！冇想到呢，上禮拜樣隔一久冇見面，哦，今天一見面就發專輯了。对，里面還有寫你16歲哈。哦对，哇在这封面这个抽出来也有。16歲可以熱血，可以孤獨，可以放肆，哦，對你很放肆。更可以勇敢尋夢。我以为罗哥你看不到，真的，剛剛看得好辛苦。哦，那你早說嘛，你看我拿那麼遠。你就請我念就好了，我們可以你不念用這麼吃力。哦，是啊。對對，來，哦沒關係，你看得到啊念了就好，念了就好了，沒關係就好了。對對對我倒想對。問問爸爸哈，對啊爸爸，你讓我按厲害了哈，要杜峰那8條歌詞幾乎都很寫，文案整個這個想法弄你計全部都很。劃的。你是做過轉型唄？没有，就是他唱的这歌里面的歌词，都是他这几年比赛的心路历程心路历程对所写出来的。那最主要哈，完成这一張專輯，嘿，完成他的夢想還是你的夢想？这个我来说好了。啊，其实是因为爷爷觉得，就是我比完赛之后，好像爸爸没有什么事做，就一直重复听之前那个。然后因为我之前唱的话，我也会就是把它录下来给爷爷听，爷爷会觉得腻了。哦，他说没有自己的东西，就是我都唱别人的歌。哦然后爷爺就想說啊，然後這張專輯其實是爺爺出錢的。對，整張都是，他就說，他就跟爸爸，他是先跟爸爸講的。可不可以把爺爺介紹給我認識？對啊，哎，我們也需要個爺爺。我下次把他帶來。啊，製作一張專輯，講真嘅冇咁簡單。啊，不過一種專輯哦，萱萱的愛情歌，完全來自於很單純、很純真。對。就爸爸對你嘅愛，哦，對你整個比賽的過程的心路歷程，都幫你記錄下來，等於是你的紀錄片。哎呀，希望亞東轉型哈，明年可以順利的入圍金曲獎。希望可以，好不好？應該可以賣得啦，很好。因為每一年報名客家報名的沒有很多張嘛。但是也有搶手。哎，你不報名的話，我跟你講，我也要製作一張客家版的。預祝你明年能夠順利進入這個金曲獎，好不好？好，謝謝。看着你走紅地毯。好，謝謝。謝謝呢，謝謝來做示範哈，好這些愛自己，專輯大賣啊！拜拜拜拜，謝謝。 PK 賽比賽規則，參賽者2勝1組進行 PK， 分數較大也希望得到88分的人強勢淘汰。黑公評分就由評審先生開飛看萬人王。好來，恐怖相料，要開始進行的比賽了，有6位參賽朋友，看 TV 出道的慢人來。正式進入恐怖時期。TV 慢年呢，分享哈利米，哦，哈利米，哈利米，強猛哦，迄個主，你做嘛？忙有要抽嗎？哎呀，我要先問你說，要給韓五名，還講出道慢人啊？當然係李文新啊，啊，其他嘞，其他因為韓屬師就唔得講哎哦。啊，魔術師哦，其實文心因為不是同一屆的，文心佢較熟。伊啊，就說的時間，含我接要去 KTV 唱歌的，已經有培養同好的情感的。啊，出道期萬一不管乜人數咩，哦，朋友啊互相比來比，哦，但是希望除非出道李文傑，這麼好搞出來咧。來，李文傑，李文傑，慢年，唔咩嗎？大爽。曾志怡，啊，有冇出道期啊？來唱嗨戲啦，出動嘞。兩個魔術啦啊！加下張醫下。加張醫生，但是而家行電台嘅時節，佢就冇當當。冇，一出了看過呀。加要帶下嘴鼓咧。
你干嘛打嘴鼓？这么主动来嘛？啊，不会啊，还好啊。加油！加油！好不好？加油！两个互相加油一下。好，加油！哎，看班呢？耶！大家把个来，哈里面聽下來，聽來啊，聽來，好。記唔出嘅心。哦，哎，好彈啊，來彈啊啦。天涯來，天涯去，不管問一世讀書，等一年又一年，看日落日出嘅時候。OK， 那个我觉得你的嘴型哈有比刚才好一点，好了，好嘞。但是我觉得可以试着再做，再张开一点。你认为已经张很大，但是事实上对我听才刚刚好而已。所以你而且你又要跳，所以有时候那个肌肉协调性可能会不太够，所以你再试试看尽量再把嘴还打开，让声音的听起来亮的感受。謝謝老師。OK， 加油加油啊！人生实在呀一生气，偏又是莫分 ABC， 不管俩伊多些，因來做朋友莫歹勢，天天愛腳步向前行，因大家來從快樂過誒。歡喜的時候愛珍惜，天天愛遊老天地，天愛來天愛去，不管問一世讀書，等一年又一年，看日落日出的時候 I always wanna be with you。看了人生一生氣，不愛提了味都到你，上老你強下講電話，因來做朋友莫歹勢，人生莫計較莫小氣，人做對變都莫好勢哦。煩惱的時候莫去查，天天愛遊老天地，天愛來天愛去，不過問一世讀書，等一年又一年，看日落日出的時候 Contigo hambre quiero estar。天愛來天愛去，不管問一世讀書，等一年又一年，看日落日出的時候 I always wanna be with you， 天天愛遊老天地 Contigo siempre quiero estar I always wanna be with you。Ahora contigo siempre quiero estar 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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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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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西风姑娘花落，蓝天又来到。哆，对，很好，就是这个再直一点。那记得老师都很爱听第一句，对，第一句就大概已经决定了大概6、7成的感觉了。对，所以第一句如果唱得好，后面就简单，好吗？好，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练一下，把那个共鸣调整一下往前面，这样会比较穿透力。第一个那个西风。对，你再试一看看那个西。西风姑娘花落，蓝天又来到。好。这样就好了，很棒，好不好？就不然保持下去。OK， got you。西风姑娘花落，蓝天又来到。梦魇土绵绵爬上山头青微空，凌天宫江浪风，微灯归身后。你大兵天灯九转，敢盼又听错。你的阴阳含黑的心头无散去。上风又着乱，老心意上唱。寒梦到人生背面，让你诉酒标。凌天宫心慌乱，故事无奈空。你那那天在那那陪你撒仙刀，你给阴阳。千年又万年，山上有几几，梦底下归队，心的寂寞难移。故意的哈。唔系，你在帮什么？没挑丝呀？唔系，真嘅唔系，唔系，真嘅唔系，嗯，那个身段是哪这？啊，明白。另外你呢？还是他太摇了？之前被他咬掉了。哦，我不知道你那么会咬哈利敏。对呀，好媚哦。因为我最近有学国标，然后我就想说拉丁的那种风情还不错。哦，国标不是要那种？系啊系啊，不过冲过去某州暗斗。夏威夷代表同胞。你看呐，你一咬被你摇到那个歌词变拉拉去了，跳到外婆脚了。哎，来唐先公生公平。哦，你来用啥？今天都要打屁股哈。首先哦，你们跟他讲哈，你想要冲俩300爱用的国家，你连咬字都要把它咬进去，你的口型像甜的，就要甜的那种感觉要做出来呀，因为你要上把那个节奏嘛。可是你唱出来不是，你唱出来是甜的就过去了。那
完全我就觉得你的身体在动，跟老李冲的是两方事情啊。欢喜的时候爱珍惜，天天爱喜有老天梯。可能我讲话比较重一点，我对你啊真的是爱之深责之切。我实在讲，我感觉讲，我那就赢个上行啊，你也唔是逢到那系列啦，我是冇赢个上爱哦，听听他。所以我感觉讲，你要好好的去了解歌、诠释歌，好不好？啊，过了至于哦，体谅你廖树国完全没有想过，你没设计过，你第一你自己的短处在哪里嘛？你的气都不够嘛？还有那个每个咬字都不太那冇按顺嘛，所以我这希望伊讲吼，尽紧好好听下来，然后呢把共鸣创个嘅嗓，而创到样板就跟肉嗓，吼，还有咬字，还有节奏，最重要你的呼吸一天都练好，啊，再来，好不好？好，加油，好，好，好了。另外，这位老师，平本日的年度赛。应该来讲要进化啦，双百都冲了暗后，可是这次我们好像把你们打回原形了哈，好像回到最初我看到你们创国的样诶。夏立明啊，拢讲，你其实人上阵运动后，你说高强来加上讲，哇，你也是很厉害哦，第一次就把这个大菜端出来。那国外党某冲，就是上一次我们是说的比唱的好听，你是跳的比唱的好哦，哈，我讲你喺功课喺转去，咱白偷到国外声音比顺。你第一你讲话时节有懂得的口气，在这歌可以用到。譬如讲，唔该你俩下几多岁，原来做朋友莫拍摄哦，那种你知道这种加上去以后，你除非提供你自己律通感的那一位，你就唔会讲都还有不好意思时间，你全部乱得一塌糊涂，然后你自己也很慌张，对不对？好，你转移这个东西要慢慢的调，可是我哋先希望做的出来讲，歌词应该比顺。大条歌都重要。那至于的话，我就知道，你比如本来看到你开始来比赛时节，用唱戏剧的方式来唱流行歌的哈，一开始西风公用花咯，就是有点寡戏出来哈，就你的歌的面戏就走的嘞，像主副歌你的形象，你就突然变得很大声。这首歌不用讲，其实简单唱出好诶，好吗？转去这个上一下，不管给比素养，转去到上一下，你啊，两季大家比赛时间，老师教本的东西，这个严转来，好冇？好。基本功这个上一下，好，加油。三毛先生。好，谢谢哈。再看一下分数哦。好，里面的分数。91分。摇得很好。这手会摇。哇，真的很会摇，我真吓到了。他91分，那不是更惨？你开始忘词对啊，还拉了2次。没，拉了2次。来看一下几多分呢？任志毅的分数。老师对我蛮好的。还是要加油了哈，加油了，哎呀，下一次再来好好访问你哈，好，没问题，好不好？好。那你过关呢？对，可以这样摇下去吗？我可以陪你摇下去。你想摇是不是？来，预备开始摇。哦，这样吧。我没有，谢谢。没有。真笑。来，恐怖箱。呀哈，沙河雷，还有 CV 长水朋友哈，看出到哪位来？来位。戏非法。好，欢迎戏非法来到舞台当中。好老人哦，比头也十二强诶，厉害诶。强哦。唔要讲乜嘢嘛？存3位。那个文心。哦，你看，文心你已经2票了呢。立明也怕你，他也怕你。因为文心也是我的朋友。你就看一下还没出到李行文来。来。
来李行文，李行文。回样。上坚守不知爱哪里路。他刚刚唱这首歌唱的相当有感触。我一个好朋友半年前常常发烧嘛，后来发现就是已经就是癌症末期了，医生是直接说请他去这个安宁病房就好了。每彩风中心风风。今日天白糖葱也是果的吧？我想到20歲末年歲唔會超過35歲，很温柔、很年輕的一個聲音。回样总雄曲啊，雄曲子。唔唱港剧，我做嘛会港剧？唔做嘛会港剧？也按不唱，唔係嗰位唱啊，不唱。你提名誒，呀，芦苇青河，係咪？唔會唱歌嘅，啊，要做聲。係啊，做聲係會啦，啊唱歌嘅較冇按會。冇比唔啲哦，對冇？係啊。慧華，你要帶來什麼歌？送別。安怡呢？愛唱阿妹嘅心願。阿妹嘅心願。羅妹嘅心願，嚟聽下啦。一杯酒酒送一送哦，木子的路。好，你也唱的歌曲哈，糖鱼那一种安稳啊，就是很稳呐，但是就是少一点 spicy，那个 spicy 可以用长短音来去处理，因为不然这大段大家每一次都会等，那这样子听起来就会我们的耳朵会会疲乏。对，好不好？就是把这一点注意到，我觉得这首歌可能层次上会有一些不同，莫恐容，好吗？加油哦，谢谢。梦沙姑娘。
好，边就如果是直直的出现，边直一点点，边。夜公姑娘挂天边。我觉得这样的收尾是非常好的。那在副歌的部分，刚才那个情郎的部分，你唱一两句。情郎啊，情郎。好，那情郎啊，情郎。这种感觉，它就有轻重的时候，就好像拜托你一定要来出现来帮我，就是你心里面那个渴望会展现出来。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层次的一个来源啊。谢谢老师。哈哈，乐哥好，会华要聊国对，你偷偷献给谁？是你他刚刚唱这首歌是唱的相当有感触，哇，好激动！你是不是眼泪快滴到这边那个脸颊，然后再差0.2公分就快到嘴巴了？哎，差不多。嗯，就是也觉得蛮难过的啦。嗯，为什么？因为就是他我一个好朋友，其实他就是半年前常常发烧嘛，那所以后来就是结果后来发现就是已经就是癌症末期了，医生是直接说请他去这个安宁病房就好了。啊，是，有，对，所以他现在还在吗？还在。那有稳定？对，那暂时吗？目前稳定。那暂时我们会分别一阵子。那如果他好的话，我们就可以再见面。那希望他早日康复。对，希望他可以康复。对，应该会战胜病魔。是，自己要勇敢。要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最近咧都无限哦。对啊。哎呀，就是开心点呢。哎呀，通讲个廖强玉啊，还有个卖迄阵天数呀。徐焕勇，还有齐芬张美珍，张美珍也有去过啦，啊，不过也参与伊个教书，教新传师，所以也参与有冇错。廖强玉唔甘嘻嘻啊！做乜唔甘比？伊嘛真的会做。伊真会做呢。这我们讲东西都被不得了。是啊。哦，是在啊。伊唱的就是在的。好啦，希望夜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哈，越来越赚钱。谢谢啊！俺呢有其他帮助讲诶，啊在呢从不冲过诶，啊天川日迄比赛嘅时间，从不走枪枪嘛有天数。啊，真的呀，全部做完那些长衰朋友，真。哎呀，大家也就收到的是。哎呀，个样板，个都是安尼办样板。哎呀，这个做戏。他个比赛是抢这个天数。哦，一天数的。对的。好啦，安尼谈一下欣赏的贡品啦，好不好？其实非欣赏。因为其实非法，其实我听你第一句唱进来，其实我就因为亚叔狗他以为老师给狗哎，给冲饭，因为他是一个很高大的人，所以他唱起来就很大气。所以老娘要给感觉，你是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好像一个着古装的女人，然后在一个河边，准备要送自己的夫婿去哪里那种感觉。虽然说你有给我这个感觉，可是我觉得在起承转合的部分，我经常会听到比较卡的地方。最明显的还是在咬字上，最明显的地方还是在咬字上。那听音乐呢，就会讲，那你要去注意到我们整首歌里面会出现的，因为它其实这样一句话下来，一句歌词下来，你的字的坑洞不要太多，因为它会影响到旋律的进展。所以你如果坑洞太多的时候，因为这么单纯的钢琴伴奏，你坑洞太多，它反而形成不了旋律的线条，所以反而会听到坑坑巴巴的东西。再加上你咬字如果没有注意到咬字的正确度的时候，就会被带出戏了，这比较可惜。我希望能够再努力，能够继续加油。好，很棒，很棒，非常棒。那再来是香菊姐进歌的时候没有站得很稳，原因是因为声音不够，厚度不够，所以会形成一点点虚调。好，会形成一点点虚调。还有要说过，其实你可以在，因为两个嗓已经很娇气了，可是我觉得说实在还可以再不够就是还希望能够再多一点点的害羞感。好，害羞感。还有其实两个 pitch 了会走脱。好，有时候可能你自己想要动一下的时候 ，pitch 就被你带高了。好，稍微要收一点 pitch 又掉不下来，就平常时就会注意到。大音的部分可能就冲不下，而且这个部分会比较麻烦一点。流星也茫茫来我有爱做你深心念。好，可能在成音的部分如何把它形成，这个可能你要注意一下。OK， 沈蒙太嘎。再来，国立老师。现在有讲批法哈。你唱歌的诠释感情的这个功力已经到了一个水准了。你对着你即将要生离死别的对象去诉说着你心里面的苦痛，你唱的是丝丝入扣，点点入我心呐。我觉得对你唱歌已经没有什么好挑剔的。那你的稳定度，就稳定度来讲，你要比香菊姐姐好一点哈。沙来讲，香菊姐姐，我今天给你的分数是所有你来比赛中给你最高的次，你可以嗓音哈，你可以温柔突问牛音，那种也习惯对方去的。假使讲，我们看到香港这个人，我今日天白堂冲一束果嘅花，我想到24年岁唔会超过35岁，很温柔、很年轻的一个声音，很好的一个表现。是，我跟你的分数很高，两位分数我都很高。不过那个慧华我有扣点的分数，因为你在咬字上面有2个字。就是老师讲的坑坑巴巴，就是因为你发音不是那么正确。黄沙的黄啊，相见的见啊。相见就唔知爱哪里路，用沙古阴阳走。
这2个字，那我扣了一点小分数，不过分数还是很高啊。2位继续加油哈，谢谢。谢谢。好，考分数。P 非法分数。93分，哎呀，还蛮。真劲，咁樣動過分呢？哦，終於良心發現呢，你咧。好啦，另外一批嚟。總項曲嘅分數。謝謝老師。哦。好了，枪石头太厉害啊！听你啊，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哈！这一边当草。好来，杀下来呢。哎，我还存一组哦。来，先除一下，看除多少慢赢来。慢你先冲！哎呀，李文hin李文hin啊，同时分享民生娱乐的舞台当中，好。好。好。这个除一下，看那边，不往还有种。黑曼妮，好。哎，很难，靠天啊，要 PK 了哦。紧张哦，对。会讲起啊，你看他刚刚2个都怕他了呢，哎。你不要越讲他越害怕，他是幸福的代表。是哈。啊，这个是美满的。哦。我也很紧张。那美满你要带来什么歌？你要带来什么？转播卡。转播卡啊，安尼。哎，handful。handful， 那带了哪个？熊夏。熊夏，啊，来弹看啦，来。爱阿爸要讲，你听的手全无下，莫将电裤看你心都堵，你行行来全无下，你行行来全无下。文心，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哈，你需要调整一下，就是其实你的 power 是足够的，但是你在讲你强内就转不哈，哦，其实你刚才强内讲的比较大声，但是事实上其实重点应该是在转不哈，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把 power 放在对的位置上，那这首歌的情感就出来了。好，蒂莫，好，一点点的分享，好吗？谢谢老师。好，加油啊！好，谢谢老师。这个世界，爱慕爱全无下，冷暖的路不会到。细细个世界，爱慕爱带无下，冷暖的路不会有行也行，行到天秋，行。行到爱路背头树，藏的爱全无下，掌上爱全无下，爱阿爸要讲，你听来手全无下。心都堵，你行行来全无下，你行行来全无下。爱爱全无下，无电到爱变了个世界。你怎爱来全无下？
一下大家都在扭了。你如果换你扭的话，应该也很好看。我不要好了。爱爱流长啊！较强出多嘛？那彩礼啊，还有啥呢？哎呦，一枪会用的哦，箱里面有多少？哎，注意的嘛。黑毛。没有。好，你觉得那个难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因为那个 Q 哈的时候，我会那个地方要 Q， 就是上去的时候，我就想说那个换气点是在 Q， 然后再 Q。其实那个只要透过呼吸改善，其实，但我觉得我比较对于那个茶，你试着让它连起来，不要断音的感觉，就是不然变成2个音色。你再试试看就这一句就好。然后这边再收尾，我会觉得这样子是比较漂亮，但是你再让这个线条再 smooth 一点，就是它顺了哈，再让它再顺一点点，那个地方我觉得可能就会比较舒服啦。谢谢老师，好吗？好，加油！谢谢老师。好。看到你水天，无闪闪泪，面红油，一时时嘅笑容，倒带黑马沙，老眼里头强下，满天。满天爱满马沙，牵手强下行，会无出声，心都有一时时嘅感觉。到底有几多？讲出最计划，千言万语点起满行，恨爱是春茶，三浦看莲花，中秋送烟花。恨天地无他，大醉苦功情法。眼里强下草地了表，不会飞转头计差。路长弯弯嘎嘎，还有上下点。上下行，眼里强下草地了表，不会飞转头计差。爱不会发发嘎嘎，爱不会踩踩踏踏，爱会牵你的手，一路好。上下。
怎么那么牛？哎，哈利敏到底是影响了多少人呢？真的啊，你看哈利敏，你扭了一下，大家都在扭了。哇，那个 solo 的那个最精彩。真的哈，很美。对，如果换你扭的话，应该也很好看。我不要好了。你刚才说你现在转不卡，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人，然后到台北、上海工作，然后就是我每一次，尤其是最近工作比较忙、比较累，然后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我会一直说我很好，我很好，可是就是因为我妈知道我的个性，她每次就是在挂电报喜不报忧，对，然后就是挂电话之前，她就说好啦，累了就回来，然后就，我就觉得这首歌真是超贴切的。妈妈希望你会，妈妈希望你留在他们的身边，一定会希望的啊。就是担心了，不舍了。对，所以我每个月都会一定会回台中。台中哦，高个群啊，还好啦，不远啊。现在高铁不用1个小时，45分钟就到了。我要回高雄哎，辛苦了，辛苦了。啊你呢？你住哪里？中立。啊中立。中南。啊转运来。无转运啊无。唐总，你最近用的生意咧爽口，2人吃3人补啊。对呀。对呀。对，两人吃3人补，就是2个小孩在上课啊，他在旁边偷偷学的。啊，音乐课啊。2个送去弹吉他。哦。对，然后我顺便坐在旁边一起学，这样。那么好啊。跟以前不会说你交学费，没呀你也要不会，不会啊。对，然后老师还非常就是热心的帮我编曲啊，然后帮我提供建议这样。哦，所以今天这个曲是他编的吗？对，曲风就是巴萨诺瓦。建议耶，对，好厉害。那最后那个舞蹈是女儿建议的吗？对，哇，你好聪明哦，真的。我在家里唱，他就说妈咪，你要这样跳，然后就跳给我看。对，我女儿都叫我跳这种，真的。你回去教你女儿跳这个。那个，我会尽量教她挑一些比较简单，这太难了。好啦，来先谈公平好不好？来，阿 Kim。好。献讲文心哦，我觉得其实文心应该是有很大的 power， 很大的能力，然后很多的技巧。但我觉得今天，其实刚才我有听你讲这段故事，我觉得那曲的从人动挣扎，因为稳定度的关系，就好像前面可能像副歌也好，就是前面都会爆冲出去以后，结果后面的收尾就没什么力气。那我觉得这个在细腻度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可以让你思考的地方。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许多的尾音，像那个转不哈，好，我们讲转不哈啦，那个哈，那个尾音的地方没有处理好的话，会有一种被抽离的感觉。然后包括在那个你嘎嘎来转不哈那边应该像有一点是父母亲的一个呼唤，好呼唤孩子啊，然后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种其实看起来这个很一般口语化的东西，但是要真的唱出那一个感觉的话，心里面是应该要先认同这种转不哈那种感觉。那心语的部分整体的感觉是很 soft， 然后那当然也是有失误的地方啦。路长弯弯嘎嘎，还有手哈呀。不过整体来台题来讲哈，这是很这首歌整曲的设计比较多一些变化，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最后的舞蹈，然后我觉得也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气氛好像有点more强融这是我的意见，谢谢。好，是吗？谢谢。好，按你做的看分数了哈。你问题的分数。谢谢老师。没分数没有啊？以你的实力哈。另外一位，林生也分数。
哇，这是赏福呢。哎呀哎呀。哇，最后那个舞蹈有加很多分，真的，谢谢女儿，真的回去很可爱，再跟他一起跳，好好疼一下啊。嗯，对。文心加油。我们没关系，我们下礼拜再来。好，好，再败部复活一下，好不好？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谢谢两位啊，谢谢专业必当酬。来嘞！听一礼拜传统组的呢哈冠军的 PK 赛啦哈。啊，听一礼拜的哦，哈，哎呦，送礼拜哦，哎呦，真精彩呢。哦。我唱不转不会唱。哎呀。不管流行歌曲组也是传统组。连实拍吼拢请5分。哇，送礼拜哦，请大分的传统组92分。还有92分呢。请5分96。哎呀，高数中的高数。哎呀。来，比赛之前呢，介绍完的评审欣赏啊，来，苍永平欣赏，罗英欣赏，龚元玉欣赏，李秋华欣赏，今天的空中有video 的参赛者，请到冠军老师来了，嘿，有请到指头的参赛朋友的冠军指导老师了哈，今天分享吴春玲欣赏，再次分享你哈。哎呀，安尼因为上礼拜吴春玲先生有示范过同好的个表演嘛，啊，哎呀礼拜嘞，下礼拜我来点兵点将好了，吧？啊，哎呦，点兵点将点到你哟，我点到江云玉老师，好不好？啊，真的麻烦江云玉老师的带了一条东后堂的歌。好，我们掌声来一起欣赏龚元玉先生的《马里跳》。
再来。大新娘啊，真可贵。好，你唱得很好，不是这个老谢谢。太老了，你唱得很好，谢谢。这真的，哎，本老师欧洛真的，真的。老师这个歌唱，你看大家有目共睹。你不管在这个民间戏曲也好，还有地方歌谣，还有这个不管合唱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经典的一些戏曲歌曲，哦，你都拿了若指掌，对吗？而且他是唱片演出全世界，而且还第一位站上国家剧院的我们客家歌后。那一个第一个在这个国家演奏厅呢，办那个独唱会，还是第一个。但是呢，那么前面那么个演唱会，对自己的演唱会，那个叫做第一。可能国家音乐厅呢？你有吗？你有吗？我有哦，我有去过，我有去过买陪我你去看演出。但是哈，你虽然两边了哈，那么按饭了哈。你看去考二楼郑荣新校长给这个剧团来学习哈。那还讲冲山歌二楼民间要青岛嘅前辈来学习。其实呢，这也系很多学唔办嘅啦。那我们你涉猎的真的很广。我兴趣很广。都得按你讲，兴趣很广。你又才1982年就开始的学校教书嘛？对。你搞学生诶，你做音乐老师。那是音乐老师。后来同个吕景明老师成立的客家山歌团。嘿，在1991年的时候，都了下就27年了。哇，真的。真的是梦哦。许多世界按多哪一个国家有一多个国家表演过？其实韩国青岛比如说最久呢，就是去年了，我们到维也纳。每一年都会出去吗？在某一年，我们有时候这个休息养兵嘛。好，谢谢老师，谢谢这么辛苦，大家，回座休息哈，谢谢姜老师，谢谢。哇，有看到吗？哎呦就欣赏真的懂我的示范，要真的是欣赏，整个欣赏，哇，太赞了啊！好，来，先来出 TV 的参赛朋友们，他们先冲呢。分享Q兰。好了，分享来舞台当中。好，Q兰姐，对，Q兰姐今天个上来跳芭蕾舞的哈。芭蕾舞是芭蕾舞，芭蕾舞，我笑哈。方言王国语跟5味较强出到蛮样？迄彩礼也好送啊。好，佢请强出到林彩丽来，看下有冇出到林彩丽来。林彩丽。出到先莫看，先不爱哈。林彩丽。哎呦，一种样的哦，箱里面有多少？注意的嘛。哈哈哈哈哈哈！嘿啊！哇！嘿嘛！哎呀！帝王柑。我来试一下帝王柑到底是什么？他的用白，他被点了。这个给我。傻傻了。较强出到蛮样？当然是我们的彩丽呀。你心 Q 哈，对呀，你心 Q 啊哈。有跟他讲好了啦，他要吗？抽到的话，他要忘词要我。他没有。哎呀，涂远峰。涂远峰啊，你看到没字典？来。哈是，主持人好。你好。哎呀，远峰姐，你要讲几嘛？我讲来去家听听啦，好冲出好。所以唔会讲几是啥？唔是讲啦。讲嘛冇好嘞。系呀。跳那么细落去嘞。准诶。反正2个都按腔，对吗？已经进入到声音强，演出的声音强不简单，好不好？哎呀，俺带了马狗。Q兰姐。我带来平板。三国志。好，来弹完了哈。当了太那个，唱来了唐那。那
咧唱迄苦情跳舞唔唱啦哈，啊，不过你个歌词来讲，唔是都按苦情，因为伊个歌词老苦情的话，然后有多少的唱苦情不要太苦情。嘿，对，因为系唔使苦情的跳舞唔唱啦，那歌词唔要苦情跳，我讲的意思安尼啦哈，嘿，应该讲起来，是太阳是安尼，没有乜个问题哈，平平的稳稳的来唱就好，加油！上台要等啊等啊，三分闹钟啊。等下，唔该短嘅位啊，吼，莫按夹做实体的，吼，那当急，吼，唱个太急定，接定下背嘅话，吼，安尼可能有糖度嘅时间，吼，好像某个粉汤的时间，然后，较注意一下安尼，哈，加油！什么局长？上台要等啊等啊，三分了钟啊，台下见我心啊，记下了动啊。起起了音啊音啊，回来又是那，不由给阿梦上啊，眼边有梦啊。冲起来啊！哦，等下哟，等下哟，等下哟，哦哎，呦，又按好啦！哎呦，啊哎呦，哎呦怎么，很冲哦！你扎咁嘅扎到跌到啊？哎呦，哦，我就是我一個水分有早晨4點人就雨傘當閘嘅。哦，一唔扎啊！個水分有拉敗呢。
青虫，也还蛮个干。帝王柑。我来试一下帝王柑到底是什么味道。Q 兰鸡后很保持形象，一共我穿这样子吃不好看。哦，他的用班，好啦，有头本电啦，用班，怎样啦？这个给我。真的哦。哎呀，模式地位怎么做的？哎，能共发唔怕？那位先生嚟嘅呢？高中了。高中嚟公平啊！曲蘭手機也創嘅平板吼，基本上也個韻吼也做了一天吼以後，不離過今日創嘅也個嘟北洋有300個北洋吼，個北洋個人家講法講北洋，但是唔創嘅個係創到北洋，因為你用嘅個音嘛吼，你用到嗦咪來哆，其實做得唱北洋啊，兩個牛師祖嘅章，那邊北洋哦個北個牛師祖較冇按章。北上吊喇子啊！雖然三隻白羊做得上三隻白羊冇同樣嘅演出來，但是不論用扮演，佢聽到嘅係嘅白羊，嚇。徒手指唱也嘅三個字，也嘅。強音各方面也做來親好聽到親順，唔過我會建議一下吼，也個天一機到第四機啊吼，台下健身機下動嘅，你都習慣台下健腦線，佢你吊起來嘅時間，你想看啊，看到有順老冇順。假使係知道嘅詩唔好看，你就莫唱嘅隻韻，安尼攞去對人會有較有保障，唱到會較好。也都係一系列建議。好，什麼高中？好。錄音先生來補充下嚟吼。見尾兩位我感覺吼，整體來講，兩位表現都非常介好。咁個係講台姐來講吼，我本意建議就係呢個第2季到第4季吼，唔當花米，韓國唔當太假吼，你當講要加隻料去創吼，我除到可能要下多點咧，係講冇加隻料，你直接來用個當吼，了隻事去做來創。我感覺按來個係個音，用呢個聲韻來表現，我感覺運動會很下降。好，謝謝老師。就下降嘅你係表現。按我哋喺個第3季我會唱，嗬，你3週時我主動唱到非常嘅降，嗬。再個來圖台姐，基本嘅我感覺就係兩隻位數，第3季為乃斯學嘅每音速度感覺冇按降，學一點點聽，韓國不要啱上嘅啱嘅高音，嗬，你係做得則出力嘅絲絲咧，我除到你係表現圖，嗬，會很下入嘅清晰出來，所以兩位基本嘅表現，我除到嗬都差一絲絲咧，就係嘅臨門一腳。嘅感覺係什麼？謝謝老師。差一些些咧，所以分數要整差一些咧就出來啊。咁萬年多，萬年少咧？唔啲，先看一下分數好嘛？來。哦，先來看曲蘭嘅分數。好。 93分，哦，高分咯，係啊。哦。看另外一邊啊。突遠峰嘅分數。嚟。哦。香港同埋。
哎呀，投票。投票吗？好嘞，那5位老师，安来先唱 TV。唱高中。唱高中，来先1号吴菊兰呀，2号涂远峰。嘿，动算动。 1号还是2号？2号涂远峰。罗莹莹老师哎，2号还是1号？2号。哎呦，2票了。2票。永远有欣赏嘞。2号。3票。哦，3票，那就不是呀。哎。那李秀霞老师，你会1号还是2号？ 整体嚟講，我感覺曲蘭咁樣表現嗬，我一般看點因為原突咗啦，演出嗬，但是原風家我是感覺要合比到，比較喺度牛絲嘅素材，我所以我就先曲啦，啱嘅。好，安子說，是不是安子你講應該1號還是2號？韓希本2號。 2號係啊，我哋涂遠峰4票，啊，是嗎？先生，柯蘭金啊，唔辦，啊唔辦。 暫時哎，暫時。還有拜波復活賽，好嗎？嗎？安子這下，沙哈來，沙哈來，紅不香哈。好嘞，出一下哈。哎，哦，你真無聊嘞，出一下。呀，哎呦，廖強勇。廖強勇，哎呀，老得不錯不錯。 要俾帶馬嘅來，帶馬來幫人哋單言來填。哎呦，咁冇。一3年單槍匹馬都嚟，做嘛？你做盲門，你做嘛？較強出多蠻人啊，還有 CB。哦，當然是我們的彩麗呀。哦，你心 Q 啊？係啊，你心 Q 啊哈。有跟他講好了啦，他要嗎？抽到的話，他要忘詞讓我。沒有，我沒有要忘詞。好了，林彩麗已經2票了，看那邊出多幾來的彩麗。我真希望抽到他。出多幾把都好高。我真希望抽到他。你這個出哦，要是我們的演員哦，可能是何家仔。 哎，分享林彩麗哦啊！哎呀，婆婆對媳婦啊，對決，哎，好高。現在這個時刻就很愛人的婆媳大對戰。來，支持你好。嘿，彩麗冇想到，今年吼一路來比下來，會遇到一種情況，錯冇？嘿，我那親強記，那親強愛。 用班呢？結果2個湊在一起。哎，好玩就這樣的呀，對嗎？好玩嗎？討厭。討厭。不想講，啊，是出道安尼啊。敢用不要容易，不能忘詞哦。唔係。唔係啊。如果忘詞的話，我就知道他可能要給你的聘金很多。哦喲。來，強玉阿呆嚟問佢講。樂善哥。阿你呢？ 平板哦呀，變下來，來。老唐。遇到了，隨口話衝出來呢。 你個頭戲嘅位數哈，記到隨口，你啊唱出來嘅，然後口同唱嗰個之間嗰個歡喜嘅地方啊，嗬，唔好按明顯，嘿，不要按明顯，較自然地會按嚟。希望對人家嘅比賽之前啊，有個嘉賓嘅照顧。好，希望先生。加油哦！希望先生。 山歌，打擂台那，沙沙了。 哎
落丝，爱切破记得随客我是冲出来沿途了比那塞呀。啊，当然啦，哦，当18岁那年当然弄啦，哈。含水過。落水不回。人讲高二出，苦下啦。苦下啦。嗯。哦，苦下啦。乖哦，你係拉嘅喐嘅啦，聽唔見？归西哟个那树，强下了来那。好，人家嘅米那度呢，哈，冲来一讲，安尼哈，你真系深深的冲就好。哈，龟水两支来讲，吼，好像感觉就较硬一些咧。尤其人家嘅专业嘅味素，吼，可以来加强啊，养一下安尼，应该系冇问题嘅。好，加油哦！沿途了比那塞呀，莫按了改难。归西哟个那树，强下了来那。总爱有你那真啊，来准了皮囊，素养梦那论那。心自了开朗，是蒙太噶。哦，两位真系挺强度高的做主强哈。系啊。冲起兩位心情用辦，簡用先講。冇關係，我下禮拜轉過來。你吃了没洗不出来啊？伊頭都幫伊衝嘅時節有冇？也簡用錯嘅體驗已經死意。都是假音啊假模的世界，靠俺用对付你。聽唔記得歌詞，哈，很衝都很好。開玩笑，公平啊！好啦，係來談公平。講完咗先生。兩三啊，差唔多啊，嚇。廖小姐呢，佢對上係有企圖心咯，企圖佢當有雌性，嗬。我記個也係廬山歌，而且咯，迄個按到
那个收放啊，没有就是这个收放呀方面啦，有慢音唱出去，有慢修正呢，太极拳的那种感觉，冇帮我感觉到。因为其中一当然真是想非常有企图心，想将伊声音好好的表现出来样样。所以今日每头为。感觉就是啦吼，俺讲伊个歌词其实，俺饲到个歌词是俺嘛饲到不好唱的哈。为嘛呢？傻傻就係청년菜，首先你講品質啊，雖然講你唱山歌，冇唱嘅唐詩哈，你係按音階嘅嗰種就是它的格律啊。但是呢，那係講像個丑出作實，你猜你嘅咬字就很不容易。都是丑，好，你看丑出作實都是不好唱的。係講你咬死每非常愛又勁呀，每音你很難處理這種字。丑出作實。好，所以也很难读一个啊。而且林采丽小妹妹哈，现在可以叫你们小妹妹，也可以叫你小姐哈。佢又非常好嘅上色，她可以说音色音质都非常的好哈。我想係因為还真的是未来潜力无穷啊！哈，因为两喊起到暖安的感觉。好，像安尼那个酸菜啊，还刚刚在发酵。那未来呢，按照潜力无穷，给你可以闯到洞吼。该种系上青，我知道了下，可能你哋张燕玲他们做的安心业哈，我觉得你有希望，很棒的。小梦先生，有希望很棒啊！有希望很棒。哎，懂论啊！哦，他18歲呢，當然論啊！唔吹滾。唔係啊，攞吹布嘅。半雞桶。好，小夏先生。好咧，安尼強肉，然後安尼菜粒，兩啥我真嘅，兩隻假羊吼，然後新球兩啥，感情親好加係南面兩個，必須得係南面，啊，你係我都冇將對方當做敵手，啊，感情親好。強肉是啊，定一下，啊，行人看得有實地人嘅啊。今日請做姜老師講嘅，你上日冇發揮。哦，後年卡啊，創了老山歌，我感覺幾舒暢，然後後年咧音冇飆出來，哦，這個有感覺啦哦。老山歌嘅東西嗬，唔係講切掉一線高音嘛，只有原創嘛，而那個韻味創出嚟係要緊，你冇聽過一線高音嚟創，哦，所以今日有幾隻素材大擂台啊，做作詞啊嗰啲，哦，還有創出來了，譬如本嘅感覺，你上音所甩睇咧。哦，真大爽吼！感覺你今日音質無槍力啦，哦，所以希望下回嘅時節，你獻歌也冇聽我講，我獻路上歌，你像安尼菜粒，佢今日當聰明，其實獻平板，平嘅唱，韻味做比強，哦，平順，按嚟發揮就真好吼。所以，這個你講古樹啦，聽一句，龜水古樹，後尾加上辣子菜粒。好。加上起司鹽，按個湯嚟話順意。按個哈費嗬，兩手嚟加住。好，來，我先生，先看一下。草詩嘅嗬。假樣嘅分數。誒，你強肉嘅分數。什麼先生？有手機我沒懂過分呢。你很過分哦，你真的不讓人呢，那不讓他哎。他96分。毛起來冒冷汗唱。會，我差一點。哎呀，已經算到有啥呀？好，來看一下，分給你96分。你唔猜你嘅分數？哇！你個比賽做啊，你個強都強。唱完，他這一條都係你。回家就試試看哈。
哎呦，这你们的恩怨，你们自己下次他不下去讲。在我来录影怎么办？对啊，把你不会他半路自己来啊？载到半路上啊，看他要找谁。丢包。对，要咩54嘅？好啦，참스你啦，好嘛？참스下禮拜再來哈。下禮拜再變下來，好嘛？好，安子先，恭喜彩禮，謝謝。回這休息。很甜哈，數心球，用我做的人咯，這個磨面紙，存到兩啥嘞？佢以後個地木卡嘅用我起嘅去咯，對吧？啊，沒有，敢用成個沖數嘅。係咩？我媽佢，你嘛咁媽嗌啊，嗌嗰個嗌邊樣嘅款你嘛你。來，恐怖箱來。恐怖箱，純香味，分寫出到乜嘢？陳梅強嘅黐米用。陳梅強先衝。好啦，順沙班朋友嘅黐米用嚟到舞台當中。黐米用啊！做年哈。哎，梅強姐好。唔知劉康啦，看有咩黐米用。哎，已經沒有跟打靶了。係啦，本講到快。梅強姐，我咁我講幾？講唔出嚟啊，冇嘢咯。反正是出道的啊，出道就會變的，對嘛？互怕互。奶，你要唱什麼？唱涼拌。涼拌，哎，安妮呢？落山歌。落山歌，好，兩位就變下嚟啊，係。唔知有奈呀記呀，他有我同呢。電燈你面言家下那麼較順，啊頭前家下嗬，唔知哪幾較有同家，唔知哪幾條片上嗱有較硬絲嘅，稍微嗬，你轉有呢邊所做較軟絲嘅話，啊你對你去比賽家嗱分數較高，嚇，加強，好嘛？先生，加油哦！盛安先生。唱的是牛是一張哈，佢不地心家哈，而較刺眼的話冇心情都還唔係動啦，哈，本佢刺眼唱出來之後誒，唔好驚驚，哈，個當刺眼唱之後也將人哋比賽之前啊，嚟加強一下吧，對人嘅分數來講，我有提高誒，哈，希望加油哦。沈文先生，謝謝。
哦。哇！加葱乜嘅？加葱花腐。花腐花皮南花骨。哦，做嘛咯？做嘛花腐花皮？花腐做的花嘅皮啊，骨头花唔出来啊。哦，化掉是啥？对，没啦，画唔出来啊，因为包人啊，画老虎啊。哦，画。对了，应该是要画虎画蓝吧？应该要画虎画皮啊。针对啊，那讲法唔正经，那你上上八八的，有乜个穴道可以？咩啊，本日车道呢？唔本上就安尼啊？本来当正经呢？本上就安尼哦。正经嘅，正经，对。今年高二出，估下啦。估下啦，唔使乜講係。佢是喊你估下來。你估下來，你估下來，你生按嗰種買啦。估下來。我估下來。乖哦，你係拉嘢喐得啦，聽見估。我俾啦。咩正經高二出啦？估下來。唔撲得。咩撲得啊？足球你喺哪撲得？面得。估下來啫嘛。啊，這樣嘅。我企喺幾嘢，係咯，嗰兩期。一個大麥嘅咧，哈，來，用吧，你吃到咁緊要咧，升天。用。大麥嘅咧，咩？你啊，條那係你學語吼，佢最旺嘅位所，你捉佢，其實他唔會老人痴呆，痴呆啊。哦，咁知道有叫嘛？因為記憶力增強。啱咩位呢？啱咩位？哦，這個。喺度。他真的很粗魯，你知道嗎？啊，唔幹咩啊你？沒按到，嘿數字按到。哦。沒按，野獸一樣。嘿啦。因為佢哋動到穴道啊，動到嘅他唔會痴呆嘅，刺激他血液循環哈。我可能兩時會痴呆嘅吼，那兩時會痴呆旁邊讀，我攞嚟談公平，我哋要清正咗。那我牙疼到嘅啊！冇攞俾數錢呢。哎呦，免費呢。哎呦，唔該你都要給我數錢哦。會咯。乜你按摩擦啊？我喺度頭擺去好錢呢。真的哦。哦。跟我家很多嘅，沒有幫我錢，我較貴哦。甜鳳嘅較貴哦。邊係搞你？你按粗魯，我冇攞唔拿錢咯。我冇搞你。唔會啊。談公平。好來。咁我問你，我嚟讀，沒有咁問你嚟講。川田先生。川田先生。我想講那個美容手機啊，在一個練習家當中啦，我有講過啊，係那刺激。順嚟唱咗嗬，但是我家感覺人唱好像改劫，當劫啊改劫安尼嘅感覺安尼啦嗬。啊，家我哋講咧嘅玫瑰玫框啊，一個婉轉度來講啦嗬，比較無順，較硬地位安尼。好，你我簡單講安尼嗬，謝謝。謝謝孟先生。陳教授呢？每強手指咁邊創嘅平板啊，真順。宋王先生。唔過唔知邊日生油較辣嘅樣啊，嗬。我有一個建議啦，嗬，一言咁渣嗬，你前用個用會用 O 咯，一言咁渣，佢唔會用 O， 應該會用 R， 咁會較好些。像唔啲那幾唔都看來清楚用 R， 但是唔啲唔要用 O， 我要搞唔清楚。其實唔是去考慮講一定要用 O 啦，嗬。啲基本上都嘅音唔啲那幾啊做得清楚，嗬。啊你可比講阿哥唔要話用阿哥啊。好啊，係，跟人哋用做的，但是我會建議講，咁渣冇用 O， 聽到有一些怪怪。好，宋王先生。
美容手机啊，迄基本上来讲係一順啦，吼。但是也可以有啲個建議嘅素材，可比講，天意機萬長城，吼，人心難啫，萬長城，萬長嘅創作的作用，留不地心地強樣做的作用，吼，咱唔會躺到喺按出嚟上。心情呢？难在那万重城好，以上，謝謝。什么高招？唱高中，你唱啊，最唱唱台戏。嘿啊，唱台戏的吼，唱金曲的。好啦，看分数，真袂强的分数。93分。好呢，哇，93分呢，哇，你踢得中的熟人啊，那个，熟人的下面子，四名。哦，哎呀。哦，来看下哟，戏迷用的分数。唔怕，咱下禮拜再過來。我是做在再過存錢啊。先本過關。哦，阿姨要不要腳上來？哦，休息一禮拜啦。哎呀，好嘛，那邊啊，好嘛。好，什麼？先歸水木。啊，什麼？什麼你哈？謝謝。別當扯哈。安尼比特了。係哦，比特了。還有青號衝過的你哦，喊前報名哦。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純正天發0227778231。好，等一下就大家的報名啊！因為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另外呢，還要多謝辛苦的評審先生安志生，多謝。什麼長水仔？安志生辛苦啦。什麼小？謝謝老師們，安志生。那工作同仁哈也是非常的辛苦，謝謝他們哈。同時，大家記得下禮拜同一時間時間呢，老熱大擂台，老熱通下啦，再見，拜拜。